台天地，花落相地，色血台唱，舌头语气，是的呀。哎，那么上2次平台天地节目里向，我就向观众朋友介绍了目前非常有实力的苏州平台队以及苏州平台乐谣。对的，实力雄伟，非常精彩。咁今朝呢，我呢也要为大家介绍苏州的一个平台团体。我晓得啩，肯定是侯中区平台团。对，讲起这个吴中区平台团啊，上海的观众并不陌生。伊就是大家熟悉的女40岁，是中青年演员力量较强的评弹团体之一，每年演出达2000多场。该团在继承演出传统书目的基础上，积极编演新节目。近年来创作演出了《香山侍郎》《大唐第一案》《好山好水》《王府情仇》《飞天女侠》等一批中长篇书目，多次被江苏省文化厅授予先进集体称号。来来啥？刚刚你参观了侯中区平台团，接下来也请出你到团里向的嘉宾主持吧。好，下来呢，我就有请侯中区平台团的毛志伟。今朝我们平台天地请问到嘉宾啊，侪是因为侬是吴中区平台团的一员，对团里情况比较熟悉。是的，虽然你侯中区平台团是一个区级团，但是头线力量大，侯中大地还是平台的发源地。今朝能够到上海船上演唱腔调啊、离调啊、语调啊，辣辣我们上海观众当中呢，都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影响相当大。对，那么我们呢，就请大家来欣赏陈毅演唱的《隐隐烧雅香》。对
美女爱同谁？给老师，那么接下来这个那头里何里位议员为大家演出呢？还是你头里向的主要议员张继珍，讲到张继珍，侬回避？我为啥要回避呢？这个要我来讲，张继珍是侬太太呀，是吧？搿侬自家来了吃，搿哪能这样子呢？对的，对的，对。不过我告诉你啊，上海观众呢对张继珍已经不陌生了。张继珍在上海观众心目当中，一个唱腔优美，嗓音圆润。唱起来字正腔圆，特别呢，在我朱伟珍老师讲调方面啊，哎呀，真是有口皆碑。金老师，你回来那头里何里个议员来演出？是你头里向个陆成明。哦，陆成明是那头里主要议员啦。可是你头里向谁对个起来着？今朝呢，你到大家来唱一唱倪雪萍的《你是香味》。那讲起陆成明，他们伊对这个倪雪萍老师不搭嘎个样子啊，根本上办过的。哎，头嘛没办过，对个。我妈没学过，是的。但是挂了，大家侪觉着啦，伊个嗓音也好，伊个音色也好。跟倪雪萍老师啦，倒是蛮接近的。现在陈老师来这样认为，现在观众当中有些观众这样认为，这个音色跟倪老师相当像。所以啊，我也真希望，这个陆成明能够在学习艺术的路上向更加扎扎实实，更加下一点功夫。因为呢，要拿我们倪雪萍老师的流派唱腔，把伊发扬光大下去。是的。
一身上太为生罪，体内家里怒目真，一对人生对抗，凄凄惨惨不开灯，也激动他的心，感动他的心，狗儿悲伤痛可并非真。黑日山门双密语，情里面俩追心，四大四为真件事，我好让大有一心心。我与你们相逢就得心事，今日送你新人们，不我此番否够定罪名。我这里心切切，你那里是冷冰冰，我这虚名儿带得么来人，想你心事轻作谁而去，心比万风飞沙阵，是我一否惧不是神，七成安然对落地，不为真经不为人，自是该心谁家人，非来不人泪涌血，这是我皮囊，不是我心，我与你们一往地上去配分明。哎，师傅啊，金老师，侬也是那头里的子弟啊？可是阿发大，侬不要经常老是等我讲来到了主持节目，侬应该给大家唱一段。好的，那么我现在张先生一段为大家唱一段《玉心灵戏曲《二当银娘》。曾
根。神探不爱人，其中必定有原因。刚刚的大家主持的呢，侪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节目。对，那么留下来呢，要谈谈好对声。我想请大家看一次。喜可有呀，彩虹马。你背谁？你是谁？哦，鸳鸯彩虹，鸳鸯多灵光哎，灵光哎，今夕青竹玉梅花，长兴浓情心深伤。喜洋洋，大众现在真新娘，新郎心中杀人会的讨厌，大吉大呀，预备走新郎，哎呀，预备走新郎，兄弟，一把提，二把杆子，起来吧！新娘一并香，一路春风，明月。
殊荣这类重金吧。仙女谁家呀，身心贵，手起资粮，银子不起钱，为情情人都花光。哎呀，一把子是两道，新娘呀，又是她姑娘。不起数杯数当谁呀？出现几人，我都是我，手上喜呀，我唱花。看到那刚刚这个小市场，心里觉得非常开心。侬看啊，那头里向人员整齐，才貌出众啊。虽然人少，但是个个是两男七女啊，对，声音形象侪交关好。30年头里向头3岁啊，但是虽然而今各个人侪认真，外加非常投机。那么刚刚这些上各位呢，留下来请大家听最高神秘哦，再来说一位诗。好啊，当家人姓陆，名字叫陆子文，气口粉薄，上目不明，是个瞎子，所以隔壁乡邻侪喊你陆瞎子。屋里向还有个高三，娘家姓崔，6门7日。昨日夫妻两家头只靠半只眼睛供一家，正所谓衣不遮体，食不充饥，穷得了大大的。那么也是穷了，也是波及。夜里不生意，那么夜里向爱点困，还有啥等点要生意，明早个开销可以靠外头。孩子等到现在不生意，还是这点困嘛。边浪向明然一挪，自家屋里向东靠靠，西说说，到外头东门关一关，门手收一收，人围进来，谁瞧得了一下头。西人空浪头，西瞧到这平居上头，爸爸，爸爸，导致19的1888，爸爸，请来东主一个，哎，你比我好，你有眼睛为何去挪来？侬眼睛看不出，挪也没地方挪去，这样，请来东主一个。西人空浪头奶哪听得出？落来么车子。西人空浪头望着落瞎子牙骨头浪向来个头棒头，啪！痛得个瞎子水里像个明然坏特人，是跳个跳起来。哎呀，我喊不出，默默在女闷闷血生气。哎呦，头浪向出血的我，自家看不出，好在高知我一半张眼睛掉水光了。高主啊，你出来娘！高主啊，出来娘！哎，奴家来着！哎呀，奴家，高主啊，不要再干完了做啥去？你看呀，奴家过来老向俺看呢。开个嘴！血哒哒的侬现在都开着呀，怎么开东山东山呢？哦哟，啊，分开！我分开啊！开个嘴！是你开的噻？哎呦，分开！哎，高主啊，奴家，你为半只眼睛看得见的，究竟开了分开了，看看清少娘。哎呀，奴家，啊这里没有名堂的呀，是你开吧？那不得让没三去，是你只开吧？个头面血，自个跌得了掉下来呢。我3刀是3，血干了下来。哎呀，奴家，哪会弄得一支枪呀？上头落来呀，不是落那个牙骨头了，痛得我哎呦啊喊不出。那么侬也看不出，听声音像是滚到个面。哎，你去看看，啥个么子啦？还开？我30周年的这样还等我半张眼睛大地光么娘，我过去看看吧。所以自家眼睛没法了，让没出来。哎呀呀，好奴家！哦，人家少谈话家。侬像啥了个面呀？哦。对呀！哦，好在，哎呦，好奴家！哎呦，我的奴家，好在玩。这样看起来，隔壁乡邻是如何的？那家，你晓得孩子屋里穷得大大的，不懂的买些菜来，还是多只鸡的。哎呦，不是该。那么不该的呀，养的呀，不要紧呀。什么呢？哎呀，一个空老的我奴家。人的呀，你真是个呀！明明白天的暗口清爽啊！
是你家的自高是看得清清爽爽，要是看老的铺子铺的路噶。哎呀，不要再讲你小气了你呀！你来忙忙侬。哎呀，你哪来忙忙呢？侬哪晓得你来啥子呢？我结婚的这样能干。这个告诉你，今么非要结。到至这个地步，侬想想都还没耍。那叫还没耍着。一年想呢，啊，侬当然纯青人啊，比年少，一个朗朗青青，要想领个小毛头来盘盘呢，妈妈实在穷不过了养活干。那真是。现在倒蛮好，那就来只人头身体不来，两高头鼻子三高头，叫人头么冬子啊，两日的伤灾。哎呀，你哪舍得吃的？老人病呢，上用条件非常好。其实莫关用条件也好，搿上用地妹，我讲厂两头景点、基地相当好。那么今朝里头为大家演出里头呢，是文武相聚一致。哦，这个是我们苏州评弹团周月瑞老先生的代表作，是的。你钟爱梅花。月白花香两开在，但是个金瓜掌柜嘛，记头自家是个女个子，看不得有求之门，我也湿等等了呀！啊，姑娘啊！鸳鸯地头
哟，跟两个俩在我马有得拉路浪，对个呀，毛毛沙沙手不相识，啥个了高一个种样子，人啥个诗句，不理嘛个，我是车子啊，姑娘啊。那些浮意之中是两归，师傅啊，金老师，那么李文来是哪里个医院来唱了呢？是你头里向年纪顶轻的一位青年友，金凤九。哦，金凤九，我记得去年个你上海苏州2、3日这个办培训班啊，伊也来参加搿个班里来参加青训班的。哎，这个小囡呢，应该讲是学习比较刻苦，是的，也比较用功。据讲啊，伊现在唱这2句紫薇正调这个响调啦，能唱到别人的程度，应该讲交关不容易。不容易的。我今朝伊唱啥呢？今朝里唱的是水塘唱曲，哦，还是紫薇正老师的名头。对的，好。水中
前2年听说那头里有一只这个中批平台，对个，叫香山市场，是的。主要讲呢，就是那湖中地区一个香山地区啊，有一代名将叫花匠，伊设计建造故宫、建造天安门的光辉日这样只中批，搿个就是叫湖中人，是啊湖中事，是湖中诗。搿只中批呢，经过1年多个排练，辣辣第3届中国平台艺术节，但是第4届江苏省曲艺节浪向，荣获至优秀表演奖和优秀节目奖。好，这样子好的作品，我与大家一道来欣赏一个片段。从前来这个的中国人纷纷赶往金楼的，我有今这个工匠来自好几位，大家经历各大勇为，我对3人代际，并该人做有当上头先们当中打下个只记得，但跟这2人打是一最开2章，金地上向个门开倒是重中之重。为了正视地龙，使大明江山固入金堂，今朝了2章门前摆一几个门开，而且最开的辰光定了辰时，把到现在讲起来，就上半日7点到9点，因为12地支当中的辰时摆了第5位，何为上小虽是龙。根据推估，今朝辰时是最开2章的好辰光。现在他人与神怪分人对手，一身都当扮，一顶轿子来到金楼的门前，让他待机居中守定。想想真不容易啊，足足拉了3年呀！等些等到门开张好，3大的大功告成，所以他众位吩咐一道让他等待节日的到来。黑呀边浪向受害的公务上是没称用，心里下面开心。3大的这样武功啊，皇帝们也可以干查。比良心讲，此非这个夸奖技功极限，不够。马上这一半路，3年当中风里来雨里去，确定口臭，不公了嘛还有口了。咁第二的，此非皇帝边浪向多讲几句好话嘛，两个小句翻翻身，刚刚跟你来的。那眼睛一傻，人这么个这一啥地方去这你啊？这般龙家那个人代理想，昨日事体的人们，中大之金针没办法祭开2章，想不到这个夸奖这样恶不随悲，一点不分，那桩事体，心里带有点太不安。这你的阿伟的说你这个几个家伙批评我分割东西噶，不为的。搿只事我看都开出去给，那么阿伟的夸奖依旧是办法子，想想还不可能。搿两门开帮我谁都3差4人来，还没办法子。而且说你知道这么个的事情，叫神不知鬼不觉，正所谓滴水不漏，谁对付为丑吧？到底没事体的，哼，夸奖啊夸奖！今朝我该也看看。那个连门开那张法，夸奖等那个金楼的开的，等下自己开500列亲自2章。3岁说那个连门开不了带动举斗赛差，因为亚里向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的充分，所以胸有成竹。但是还好跟西门开的凶水上力入侵，只不过为你这一半路，唯一。今朝最少个王爷走地上个睡觉，隔壁上个铺啊，我就防不胜防，所以今朝也大当心了。神怪在2旁边看看，认得来的差不多是。快下，大人，今日一到，需要即开2章，自己准备的虚后，一切准备定当了。死怪重大。当心了，请大人放心。今日将到，本位开来，说说待开上礼。说，花戏81章，够来50个工匠，够不够人新疆里长个小猴子，后背用呀。上身把布磨干，下身青布口子么加上像磨金布个菜啊。带个店门开边了，这店门开也是都上的嘞，
上头洪水盖没，三姑娘喉咙一杠一条啊！神说刚棒抽抽后，待到几家郎向么大家部队一致，上基队是那个连门开当当心心平平正正忙着我的真一放的。刘来请来听一下《红楼梦》当中的开篇新闻布局哦，那是上海平台队原来中篇平台新闻像戏曲不是，这个是现在呢是个版本。哦，周老师我晓得，伊唱前调，对个，讲起唱前调呢，大家晓得，前调啊，不但要嗓音条件，后期还要有一定的功力，是的。那么我想，拿团里的莫桂英来唱这只片子，肯定啊，我只不少功夫，我只相当大的口功。后来呢，就隆重推出2位评话演员。哦，哪里2位？是沈玲珑、沈玲明2位。这倒好啊，玲珑叫玲珑铁头，是兄弟2家的。不是兄弟哦，是兄妹。兄妹哦，女演员说读书啊？对个，一个倒蛮少啊。兄妹双档式评话。哦，那么大家来听一听啊，我们来欣赏。行李用上身高7尺，女对对面孔，两条浓眉，一对红目，别针开放，两耳贴索。地浪向聚光滴画一只光浪头，两路相动，清清爽爽。身浪向没和一件深衣，皮布大脚下，无身一条深口，擦着一双深鞋，胸门里顾好一只黄布袋袋，周水里向裸奔护玉布，雨水里向挪一支笔。这人打过来嘛，阿弥陀佛，出中场杀到手队了。手队浪向布好一个人，
欧队席位，那么啥叫欧队席位呢？两只球队，两只家门队，一个空浪队输了一打开，边浪向包好一只包裹，一声不响。后让打上来嘛，起别刚忙这里个毛衣浪向腾一条，那只马子低头个为晃对待起来，怕起码和个别人忙这里泥身当中腾一地，这个那应当当一来嘛，气炸水，一楼后让一看个这面孔像张飞多牙上差不多，就越好气了越好笑，所以呼吁不腾说上去。朋友，今日衰家要麻烦你话语。董事啊，我今朝出门不大方便，可以撒火的呢。这倒可以。那么要句话呢？欧不两分银。别一下得来，啥么子啊？开出去来呼吁要500两银子，要不好。看上去今朝后上来欣赏我，咁呐，话得想办法，动一些特神计吧。这个董事啊，那么你还可以对啥的呢？这倒可以。那么要句话呢？欧不两分银。什么呀？真的白要500两的啦？喏，我身上想嘛500两银子，你们白要规章我拿出来，规章受让人看我，大致5两箱人再不来没看呐哈。后让听得懂我，这家伙像累。是代理茫茫，一定要在手上拿出欧不两。好啦，别头够人啊，青天把人啥子啊？呼吁开出去来要500两银子，那个正好不让手上，你叫欧火。你是谁叫欧火？我就算欧火，你得怎样？哼！记得你刚打个句来话，那么该这里500两银子啊，不能看了哈。500后上看好了，趁人说往北啪，一个箭步上去，脑子里身部被个这包裹抓。你把枪我个包裹，包裹在摔炸水中，拿出不良包囊围着你，拿不出不良包囊地样。可这包裹比我的命啊要紧，还是好不来抢到谁？这个人家发功砰，手的样像死起来个鬼嘛，根本今朝把你拼死吧！气个空浪的忙着你都样讲砰一起上，我头皮啊，我撑到铁肚子，我头皮上像三根长带王的，那上得松就带得远，是用足功夫，只不离黑一上，去吧，砰！哎呀！真，马正我就想起武器嘛，介绍个网友不为事情的，两毛个为两斤抓抓，手一比浪像抓老们，董事长你就军动吧，你要摔家救你，那包囊要是不要，青山。要是包裹是看上去个点命啊，不保证；有的要包裹还是要点命要紧。董事长，我包裹也是觉得命好在。那位首领得清，包囊不要摔家救你，起来，小条鸟，杀！这个要他下去领导水里，拉起雨水，忙整个脑门浪向救你，起来！好啊，好爽啊！哎，诸位啊，金老师，我就平台有了，经常在那马桶上演出，应该搞交关辛苦。其实什么事是2个钟头，应当讲是24小时，全部在干忙得起来。对。所以这个里向的沟通呢，也只有你平台有自家晓得。是的，那么等侬廿4小时等全部交拨了事业以后，屋里向有老有小，侪没办法照顾，才不能给咱过程。那么那搿支队伍有了搿样子的团结，搿样子的坚持了马桶上为大家杀死，应该讲对一支队伍的思想建设做得很容易啊！还要有点奉献精神。对。那么侬也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看这样吧，我们呢回复给讲，还是请去头长张维奇为大家来交代吧。好，他们为平台事业发扬了一种书写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也使议员们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长期坚持，
除了经济、福祉等条件以外，医院还必须要有一种精神做支撑，所以加强台务建设，不断提高医院的思想境界，取得成功。是的呀。来是。今朝啊，我们又欣赏了苏州市吴中区平台头带进我们一台精彩的平台节目啊。对的，我感触很深，因为在乡里头好人，我想认为是应该乡路好人，乡路各里共同来深马平台个开源。搞来搞去，我没啥事了。说人讲啊，先头搭子弘扬平台艺术，离不开你到电台搭子电视台的道理做的。对的，对。那么你下一期要叫咱落里个头呢？才是高音是平台头。那么亲爱观众朋友们，希望大家下个地方老地方老人道。